吓，又係 MMC，悶唔悶啲啊？拍其他嘢得唔得啊？嗱，千祈唔好睇少呢一堆 MMC 啊！呢一堆 MMC 係龍雲最新買嘅 MMC，呢一批車啊，仲有太陽能板添㗎，仲有呢一批 MMC 唔再用西瓜波嘅 logo，改用新嘅 AD logo。咁呢一批車嘅上層前排扶手呢，加裝咗黑色嘅塗層，就同 E6M 差唔多㗎。但係兩者嘅分別就係一隻係灰色，一隻就係橙色。呢一批車已經改用咗呢個液晶體顯示屏，上層呢就同 E6M 有差唔多嘅設計，有個通風口喺度。而呢一款車就冇設有上層倒頭位呢一個選項，就一樣排都係向前嘅。而呢全車嘅座位用咗 Fogo Seat Manium，款凳嘅作用呢就係俾你坐嘅。呢一款凳同舊嗰一批唔同啦，咁呢喺凳後面呢係冇雜誌袋嘅。呢一款車採用咗新設計咧，有玻璃體啦，同時有9級嘅樓梯，喺每一級都有 LED 燈。同時呢一款車咧喺輪拱上加咗一個行李架，而呢司機嗰個儀表板呢就同 E6M 差唔多啦，就係個軚盤個 logo 轉咗 AD，而波箱呢就係 ZF。呢一批車呢就用咗 EG4 嘅電排控制器。呢一批新車嘅塗裝依然蒙習咗上一代嘅大快活塗裝，但係因為行李架嘅安裝，導致呢個玻璃體變咗半玻璃體，令部分巴士迷約稱唔美觀。呢一個就行李架啦，你哋都睇唔到後面都係冇玻璃窗嘅出現。呢一批車呢就冇出現過呢個充電設施嘅出現，所以呢就俾部分巴士迷覺得呢個係一個降級嚟嘅。喺輪椅位度呢就有一個接得埋嘅扶手。而呢一批嘅落車鐘聲呢，就同 E6M 差唔多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The end。